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乌克兰甲罗西亚对决，2个月官员即阵当伫白罗斯谈判。根据卫星影像，罗西亚军队一路就北挖进乌克兰的首都。国内今日增加9例本土，同7例，拢甲观音区面皮有任何牵连。目前这项军资已经有21个人确诊。今日是2月8假期。连事件75周年，今年的总书纪念仪式伫咧家人市民广场举办，总统蔡英文伫遐办恢复兵证书予当年受难者家属。新闻头起先继续带大家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对决的情势。罗西亚对南平入侵的攻势是真猛，不过伫咧第2大城镇甲真下斗。根据上新的卫星影像显示，罗西亚对乌克兰的首都南平一路占就北，车队已经超过5公里长。伫咧这款对决局势之下，2个官员伫咧白罗斯面对面谈判。罗西亚总统普丁日前召见国防部长绍伊古，甲总参谋总长格拉希莫维奇，谴责西方经济制裁措施，而且下令军队转做特别作战模式，暗示核子武器会是续来选项之一。双边对起的局势是哪来哪加悬？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日前暗时甲英国首相强生通电话时阵表示，乌克兰全国各地战斗是持续地进行，而且讲续来的日期减少，会是乌克兰关键的时期。上新卫星影像显示，罗西亚主要的军队当伫基辅南边差不多64公里的所在接近，车队是超过5公里长。伫队伍内底有战车、燃料甲补给的车队。开战进入第5天，罗西亚军队经过南边克里米亚上北入侵乌克兰，即嘛有较大的进展。罗西亚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拉申科夫伫28战方记者会，讲因掌握乌克兰全境的制空权，也有欧洲南部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不过，罗西亚的军方伫第2大城哈尼科夫拄着真强的抵抗。伫街路会当看到罗西亚的军队，因为留回归的涂骹是红记记，也有因留落来装甲运兵车。Отлично працюет, только если бы раньше выдали оружие, а не сейчас в эти цирка выдают. Выдавали бы вчера, я ездил вчера, забрал бы, а так сидишь теперь как придурок,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выйдешь пустой и застрелят. Надо оружие было раньше раздавать всем. 乌克兰内政部指控罗西亚军方把民间的设施列作是攻击的目标，亲像是人家厝甲学校。交战到今，至少已经有352个百姓因为安尼不幸死亡，其中有14个人是囡仔。也若去罗西亚军方攻击的首都基辅，枪声甲爆炸的声，那就是雄雄拢平静落来。罗西亚的军队一方面加强火力，嘛开一条安全的走廊，让这居民离开。市长克里奇科日前接受美联社的专访，承认罗西亚军方攻击的速度比真侪军事专家预估的还佫较慢。不过，罗西亚军方整体军事优势是大家拢知影的。To be honest, we doesn't have 100% control, but because we build this. Territorial defense in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it's patriotic. These people is patriotic. 另外一方面，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的官员28伫白罗斯普里皮亚季河地区举行交战以来头一届面对面的谈判。乌克兰这边是提出爱随停火，也佫有撤军的要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硬要食乌克兰，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弹。德国的总理昨就宣布要增加军事预算，订造武装部队。后面嘛禁止罗西亚的飞机入欧盟领空，甚至后面嘛拍破英国避免战争扩大，拢未提供武器来支援的原则，送攻击性的武器去到乌克兰。Auf der Ehrentribüne begrüße ich den Botschafter der Ukraine, Dr. Andrei Melnik. 德国联邦议会日前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召开特别会议。乌克兰大使麦尼克得到邀请出席，受全体议员徛起泡泡致敬，热烈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坐伫边的德国前总统高克阁徛起来，揽着麦尼克大使了后，伫推特发文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总理肖兹第2场做出重大宣告。首先，将予自控自治预算增加100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佮重申伊的竞选承诺，满足北约的需求。每年国防开销会提悬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Diese neue Realität erfordert eine klare Antwort. Wir haben sie gegeben. Wie Sie wissen, haben wir gestern entschieden,
dass Deutschland der Ukraine Waffen zur Verteidigung des Landes liefern wird. 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伫同一天宣布对俄国航空的领空关起来，各宣布全力出钱运送攻击性武器予乌克兰。I will today propose to use the European Peace Facility for 2 emergency assistance measures to finance the supply of lethal material to the Ukrainian army, as well as urgently needed fue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medical supplies. Another taboo has fallen. The taboo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providing arms in a war. Yes, we are doing, because this war requires our engage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 army.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对记者宣布，要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禁止俄罗斯甲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伫欧洲地区的播送，佮要制裁支持俄国军事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国际除了想要用军力来压制罗西亚，嘛甲鼓励经罗西亚的银行赶出国际银行系统 SWIFT。这款经济制裁造成罗西亚民众小钱要甲钱领出来，罗西亚货币卢布大落要3成，是有史以来上无价值的记录。另外，包含咱台积电在内，一些晶片业者拢开始停止出货予罗西亚，要动因的电子产业。天气真寒，但俄罗斯的 ATM 进前排甲长落了，因为当地民众烦恼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银行实施金融制裁了后，无现金会通使用，麻烦了卢比贬值，大家拢赶紧来领钱，嘛互俄罗斯的现金需求量大增。Уже с четверга все бегают от банкомата к банкомату, где что появляется. Но кому-то везет, кому-то нет. Ну, неприят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опустим, привык жить в 21 веке, не имея с собой пластиковой карты, не имея ничего. У меня все установлено в телефоне. 俄罗斯央行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是由于无法度透解欠现金，也有支付系统互拍乱的现象。各地西方国家宣布新经济制裁了后的头一个交易日，28亿卢布对美金落将近30%，是历史的新低。各国制裁俄罗斯的动作不断。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要阻断俄罗斯的经济多元，甲支持军事的能力，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全球晶片业者开始停止出货俄罗斯。台积电嘛证实要遵照新宣布的出口管制规定。那因为过去台积电出口到俄罗斯的一个金额，它的一个比重其实是非常的微小，所以在这个部分对于台积电未来在今年的营运，整体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未来俄罗斯有任何的反制的动作，那么其实台积电不管是在气体或者是在化学品的供应链有关的一个风险，都已经建立了相当的供应商还有地区的一个多元化，所以也有相当的库存水位，所以都可以足以应变未来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专家分析，台积电对俄罗斯晶片出口量占比增加，影响有限。经济部是指出，我国已经配合国际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启动制裁，依据防止武器扩散的瓦舍纳协议，对输往俄罗斯的产品进行严格审查。记者郭灿 W 台北报道。各国除了想尽办法要阻挡战争，嘛派兵咧协助因国家的人民离开乌克兰。咱的外交部就表示，会继续甲咱的侨胞斗3工，想要留伫咧国外的，会安排因去附近的国家；要回来咱台湾的，会安排因入境加检疫。4几小时都没有好好的睡觉，也或者是说好好的洗澡什么样的。讲起为乌克兰支付特提过程，蔡先生讲过程真疲劳，教部进前紧急将伊在内的6个生囡仔加10外的大侨护送到波兰。回想这段过程，伊印象上深的就是通过边境最后一里路。乌克兰边境1公里的路排了10个小时，对，10个小时没有停错。伊提起镇守边境的军队，听到司机讲是台湾代表处的车，就伫遮放因过。到波兰了后，大家也伫思考是毋是要回去台湾，不过伊家己还未决定。有可能走，有可能留，我也不一定。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到华沙就走，就能走就走了。教部进前有掌握到12个乌克兰留学生名单里，有3个人返台湾，坐铁条巴士到波兰的6个人当中，有4个人最近要坐飞机返台湾，上紧3月7日就到。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撤去斯洛伐克，村内的2个人目前也是决定留伫乌克兰。大家住在俄罗斯的教育组跟住在这个波兰华沙的教育组同仁，都有跟同学成立的群组，然后随时掌握他们状况，尽全力来协助他们。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目前外交部当地紧急救援有当有难，真侪位留学生甲咱国侨民。是先在哈尔科夫把这个家庭跟这3位同学载好，往南乌前进。那南乌呢，现在有2名我们的台湾人在那边等待救援撤出。往哪一国边境？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哪边安全，他往哪边去？那是王定宇所讲的3个留学生，是不是有伫教育部的名单里？教育部当地确认，教育部表示，未来会协助乌克兰留学生回国防疫以及通关作业，也会透过自外教育组密切掌握到每一个留学生的动态。若做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教育部原来会协助因回国了后就学的连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转来国内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咱是增加9例本土，新北甲台南拢有1例，其他7例伫咧桃园。这7例拢甲观音区的美池幼稚园有牵连。目前这站群聚已经有21个人确诊，感染源也搁咧找。另外，今日透早有莫德纳122万外档送到台湾。桃园的观音国小这个门口铁门弹起来，进行有风性停课14天，因为美池幼儿园互相相互感染一直弹。2拜一新增加7例新冠本土病例，其中5例是学生。总计这个互相相互相关的已经有21个人去围到。卫生局指出，拄开始确诊的一家3个人内底，家后甲后生CT值拢上升，研判真可能是上早感染者，已经抽血验抗体，希望会使调查出感染源。CT 值是一个是32，一个35。那我想这个是不是刚开始？结果不是哦。我们隔一天24小时有再抽的话，它的 CT 值还是33跟39。那代表这个家族可能是感染最早的。另外，台南市街路也赶紧咧消毒，因为佫传出1个确诊，是高雄炼油厂互相相互相关的，是按例1986年的同事，提出隔离基本进行采检，阳性确诊。因案19862确诊，于2月16被匡列为居家隔离者，当天采检结果为阴性，隔离期间皆无症状。2月27隔离期满采检 ，PCR 阳性确诊。另外，新北市邦桥涮锅互相相会，佫增加1个确诊，按例20623是60外岁女性，已经做过3档的新冠疫苗，是双北确诊病仔，按例20396、20397带到天出来的人，是提出隔离期间阴转阳确诊。是按20396的母亲。2月24号居隔采检为阴性，8月27号出现喉咙痛症状，那当天采检阳性，CT 值25.6。另外，咱国今年第3批所采买莫德纳疫苗122万4600剂，在2月透早到桃园机场，等待检验完成了后，就佫提供后面将来注射。另外，这批疫苗的效期到今年的8月初5。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28事件75周年，今年的中苏纪念仪式伫咧嘉农市的市民广场举办。原因是广场边的田寮河是当初真侪嘉农的民众去互杀害的所在。总统蔡英文今日伫遮颁恢复名誉证书，予当年的受难者老生父甲周金波的家属，嘛表示会顶真推动包含中正纪念堂在内维权上顶的程度行动。今年228事件75周年的纪念仪式选伫嘉农市民广场举办，因为边仔的嘉农港就是1947年21师上花无差别枪杀民众的地点。即天受难者老神父甲周金波的家属也伫现场领恢复名誉证书，受难者家属搁再提起维权向顶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要知道，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人，是自然而然存在人们的心里，并不需要铜像或大纪念堂来崇拜。这个纪念堂是由全民税金负担，由公家单位来经营。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这群受害者付的税金，还要拿来维护这个纪念堂，是情何以堪？总统蔡英文也回应，身为民主国家，无应该用维权的形式来纪念下任的总统，会谨慎推动清除维权向顶。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都应该由人民来决定，但是政府有责任
介入威权时期的加害体制，有责任让人民充分的理解真相以后，才来做客观的评价。面对最近国际局势变化，看到乌克兰人民站出来捍卫民主，蔡英文也表示，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民主是唯一的选择，团结是唯一的方法。未来政府会继续担起转型正义的责任，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杨淑静担报道，家人报道。因那是台北的228纪念会，协办的单位是邀请前总统马英九甲副总统赖清德，不过两个人落尾拢无出席。针对这个情形，台北市长郭文哲就表示，社会需要对话来化解对立。不过，若是遐尼简单就会当化解，就要拖到今已经75年啊。正式响了后，全体的人徛起来默哀一分钟。228事件75周年，台北市政府伫228纪念公园举办纪念会。前总统马英九甲副总统赖清德有受到邀请，尾仔两个人是拢无来参加。郭文哲讲，市府是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有2个。去年伫筹办的时阵，228协会讲要邀请马英九，台湾国家联盟讲要邀请赖清德。今年为着减少冲突，敢若有主办单位会当致辞。突然就说赖副总统不来。然后我前几天接到局长传一个单给我说，马前总统不来，那如果很容易化解，就不会搞75年了嘛，对不对？那这个社会本来就会有争执，只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说，大家尽量可以对话啦，不要对立。就在这个庙都已经办了18次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一贯都这样的，所以大家分开办也很好。马英九早起先去228纪念公园边的福德宫参香祈福，再去228纪念碑行礼致意。也若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看两方的关系，马英九讲，战争无人赢，和平无人输，应该爱避免战争，追求和平。美国呢，他会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但是呢，出兵的机会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处理两岸事务呢，还是应该走向一个避战谋和的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类比的。不过还是一句话，要靠人还不是靠自己比较安全的。当然，台北市政府不可能派兵嘛，对不对？我们就说你要医疗物资的，要什么协助的，我们都会。台中市嘛举办228和平纪念追思会，今年的主题是珍爱和平。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强调和平的重要。75年之后，在世界某些角落还有这样的事件在发生，也因此我们要永远记得教训。今年拄好是228事件75周年，为中央到地方拢有举办追思的活动，希望会当把这段对台湾影响真深的历史，互大家记伫心肝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上尾天，高速公路大部分拢抑阁真好走，敢若是国道5号宜兰到北南，自早开始就开始塞车，时速无到40公里，差不多就要到暗时才会较顺。另外是天气的情形，咱台湾今日各地头拢是好天，北部有到27度，南部温度上悬有到31度5。透早起来看到是真好天，台北市袂少民众拢甲叶仔褪起来，甚至还阁感觉日头真炎，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在台湾气温明显回升，高雄、屏东温度甚至甲30度以上，上悬温伫31度半。稳定的天气会维持到拜2，到拜3的时阵会有东北风落南，可能会影响北部地区，温度会小可降低。那东北风影响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在北台湾的高温上，从原本今天的26、27度，会下降到大概是在20度左右。那这个波的冷空气预计会影响到礼拜4。228连假的上尾一天，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北南，为早起开始就咧塞车，时速无到40公里。安顺国道上北的车流到暗时应该都会消透。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以及国三的关西至大溪，车多的现象大约会在7点到8点后才会逐渐疏解。而另外国五北向宜兰至坪林路段也在8点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国公局指出，228休假的这天，高速公路大部分是算好走，民众初一上班的时阵会是好天的天气。气象局提醒，除了拜3、拜4会有冷空气落南，拜6礼拜会转较凉冷。部分地区会落雨。记者综合报道。咱现代人用手机的网络联络，甚至是比较厝内电话搁较济。之前晚团就宣布讲要甲亚太电信接起来，台湾大哥大要甲台湾之星合并。这两间互合并的公司，过去主要拢是用网络设计交到饱来请人客。
但风声讲，这款属价方案敢若未到2月底，有不少员众是大司机赶紧去办，因为合并了后，国内通信费用敢会愈来愈悬，是方上烦恼一点。伫台国台去年底甲台湾之星合并了后，阮团也宣布甲亚太电信合并，互台湾的电信市场重回三卡都的局面。不过台湾之星甲亚太电信主要是以确实的费率食甲饱。4G 方案，台湾之星每个月399，亚太电信新户则有网络申请只要199块。有消息传出，敢若未到2月底，不少民众赶来扣息啊。就是因为看到网络新闻才过来的，全家在用差很多我从别家电信跳过来的，因为亚太收费还是比较便宜一点。根据 NCC 统计用户数来看，目前也是中华电信上济户有1067万，台国台甲台湾之星合并了后有976万，阮团甲亚太合并了后原来有913万。为三大两细变做三卡都，阮团指出，只要合并基准日进前，亚太电信的方案拢会接。但是未来是不是还佫有遮尔俗的方案也唔知。有通信业者是讲，应该是无啊。低资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已经即将跨入历史了。其实像这2间小的公司就很明确啦，他们努力了这么多年，用低资费去抢了这么多的用户，可是他们并没有赚钱啊，他们没有钱去做一些基本的建设，你在收讯方面的话还是会输人啊。虽然合并还佫经过公平会甲 NCC 这两关，不过电信三雄合并的效果，好亲像已经看会出来。民众想要佫享有真俗的费率食甲饱的优惠，都爱好下把握最后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家己最上一搭废弃物安台场，今日挖到的时阵就火烧。着火原因是一款化学米合作比，这款物质若是去拄到水时会爆炸，所以无法度用水来拍火。落尾消防队是出动怪手控制着火范围，用拖刷甲火砍起来，才甲火势控制落来。伫铁皮厝的另外迄边，除了火甲烟，还佫有爆炸的声音，民众听了是真惊。我都蹦起来。就看到烟一直冲出来。火灾地点伫嘉义水上中和村的废弃物坑台场。28中昼，消防队接到通报，一个到现场发现讲，是因为坑台场内底化学物质镁着火。消防局表示，镁这种化学物质，若吸到水就可能会爆炸，所以袂当用水来拍火。现场除了戒备以外，嘛派怪手要甲这镁的粉挖出来，来阻挡佮继续炭烧，而且用土甲砍咧，甲火拍互花。经过3点钟的时间，总算甲火势压落来。废弃物掺杂在一起的镁粉也有18吨，那现在镁粉在燃烧，镁粉是属于进水性物质，我们利用怪手用沙土跟它掩埋。拜五迄工吼，因车来倒落吼，掩埋无好势，砍无好势。迄个从还佫有水，重点就是有水。物理老师甲恁讲，镁这种化学物质，若着火烧了后，会形成氧化镁。氧化镁若溶伫水里，会变做攻击性的氢氧化镁。伫过程当中，烧气会一直冲出来。人体若伫短时间内大量去输掉，可能会造成呼吸道烧着伤。若是长期去输掉，会有金属烟雾病疑虑。虽然这个坑台场着火原因还佫要调查，不过环保局已经先派人去遐监控，嘛讲若是确认有污染空气，就会来采罚。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有侪侪民众行白山，不过有一寡无民众是无公德心，乌白单本扫。有环保团体就利用年假去摒扫山林，伫咧南投的仁爱乡第14线清出500公斤的粪扫。乡公所就表示，会采过时牌甲监视器来监控。不过希望咱的观众朋友，毋通是因为惊去互掠着才守规矩，乌白单粪扫本来就是无应该有的行为。专业的防护装备和白扫用尽千辛万苦，才降落来山坎捡粪扫。这个所在是南投县仁爱乡第14线87公里的所在，真出名，敢若粪扫山咧。环保团体第200年假期间举办净山活动，结果清出500公斤的粪扫，连当地人都真意外。瓶子、酒瓶、塑胶袋、免洗的那些碗筷啊，看到很多垃圾，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让丢垃圾？至今甲捡起来这粪扫运到地面，再个分类堆起来。根据因的统计，数量上介侪是塑胶袋拢总有1468个，玻璃罐虽然敢若467个，不过重量有162公斤。我今天捡了，从早上8点吧，捡到现在4点，到了这倒很快，1秒就倒完。可是我们捡要花一整天，
对，我觉得永远剪不完。当地民众表示，台14线沿路其实有几落个亲像这种粪扫山，大部分是路边有位会当停车，溪边也是部落中间无人管的所在。仁爱乡公所是讲会加装告示牌甲监视器，不过坦白承认，因为底下看经费有限。在地生态旅游协会是讲，若要彻底解决，都要为教育开始做。那像确实腹地很大，而且这个村落也是分散嘛，所以有些人就是图方便。不顾环保的概念，看到了就请我们那个清洁队先去处理，处理完就立告示牌跟监视器这样子了。不管是自己的族人或是外来的游客，请都要尊重在地生活的一个环境权，请不要乱丢垃圾。环保团体是建议政府甲企业一旦做好源头减量，改变用一届的消费模式，并投入更加侪资源来管控森林粪扫的问题，安尼才有法度阻止人污白碳粪扫，互咱的森林会当一直正水。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南威尔斯省即阵整个倒蛇水，已经有8人死亡，其中上较严重的利斯摩尔市有超过15000个居民紧急撤离。不少民众拢讲，这几落10冬以来无遮尔严重过。因为极端的气候，有愈来愈侪所在出现英国毋捌发生的严重灾情。美国的专家机构就预告，到2050年的时阵，因为海平面愈来愈悬，美国沿海城镇用水的情形会是愈来愈严重。雨一直强落来，车路完全消失，煞变作敢若湖里，厝原来找无门，因为大淹水，连肯德基都剩2楼的看板，快艇赶紧出动来救掉伫内底民众。连续这几天落大雨，互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的小城镇利斯摩尔，规个敢若浸伫水内。Wel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ve been through the 54, 74, 89. Nothing like this. We are seeing unprecedente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northern New South Wales.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vide help and support as quickly and as safely as possible. 澳洲媒体报道，这届雨量真惊人，有一个所在24点钟落超过750毫米，创新纪录。当局紧急撤离居民超过15000人。大水截至28已经造成8人死亡。极端气候是不是会做大水愈来愈多呢？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月中所发布的报告讲，极端气候变化、海平面升悬，互美国沿海做大水的机会会增加。By 2050, moderate flooding that typically damages property and commerce, is expected to occur 10 times as often as it does today. The poorest,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ies are also going to be the front line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政府中间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要伫28暗时发布最新报告，各国政府学界拢真关心。报告预测会再一次确认，过去所讲的恶化情景，恐惊会一项一项发生，呼吁各国要积极面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造成影响。这场战争，罗西亚受到经济制裁，有一寡银行互赶出国际银行系统 SWIFT， 不过嘛造成油价大起。根据资料显示，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已经起超过6%，一桶已经97块33美金；伦敦布伦特原油起5%，一桶已经超过103块美金。有石油公司的总裁就表示，甲罗西亚的银行赶出 SWIFT， 会造成石油的供应链断去。若石油的价格会起哩，全球的经济嘛会受到影响。所以交易商拢正咧关注石油的输出国的组织，甲主要的产油国家这礼拜的会议，看石油的产量会有怎样的变化。罗西亚拍乌克兰，全世界拢相继出现反制抗议活动。德国的首都柏林，就有超过10万人就街挺乌克兰。就连罗西亚国内嘛有44个城市有抗议活动，要求因的总统普京要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议化无爱战争，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警察当赶走抗议的民众，无愿意离开的民众叫警员由起哩巴士准备带离开抗议现场。2月27
持俄羅斯攏總44個城市出現反戰的抗議活動，全國警方攏總掠900外的抗爭民眾，為俄羅斯動武以來累積掠走超過4000人。對家己國家軍隊入侵烏克蘭的行為，俄羅斯民眾無法度認同。Я не хочу этой войны. Почти никто ее здесь не хочет.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весь мир увидел,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им этого. И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на нашей совести лежало это пятно мн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Я не хочу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всю жизнь вину за то, что я здесь живу. 除了發動軍事侵犯的俄羅斯，全世界不少城市也出現這種反戰的街頭運動。這是德國柏林，民眾手頭的標語寫停止戰爭，也個阮甲烏克蘭徛做伙，因希望俄羅斯趕緊停止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Und ich würde gerne die Mütter der Welt, der russischen Welt aufrufen. Sperrt eure Männer, eure Söhne, eure Jungs ein und lasst sie überhaupt nicht los und lasst sie nicht in den Krieg ziehen. Wenn keiner hingeht, dann wird er schon sehen, was los ist. Ich bin überzeugt, dass die russischen Mütter ihre Männer und Söhne auch nicht verlieren wollen. 這場活動參加人實在真濟，造成柏林地區部分火車甲地鐵服務中斷。當地政府初步估計有超過10萬人上街頭聲援烏克蘭。反戰爭的聲音在全球各地出現，希望俄羅斯趕緊停止侵略的行動。記者綜合報道。為着甲烏克蘭的民眾小聽，台灣有民眾甲住佇咧台灣的烏克蘭人成立一個網絡平台，予民眾捐款。立法院的副議長蔡經昌嘛招企業甲民眾做伙捐1000萬，甲人民鬥3工。為了支持烏克蘭，台灣各界發起捐款活動，真濟台灣青年甲佇台灣的烏克蘭民眾做伙創設一個網絡平台，互有意捐錢予烏克蘭的民眾會當透過平台找到會當幫助烏克蘭的捐款小戶。企業界要捐錢嘛無輸人，立法院副議長蔡經昌招企業甲民眾做伙捐錢，目前已經募集1000萬啊。國際需要台灣，台灣伸出援手。那台灣如果需要國際幫忙，我相信有一天國際也會對台灣伸出援手，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互動。響應活動的企業包括像電子電企業，親像前33歲理事長柯勝雄的後生控訴成機也攏有捐錢。打仗不是一好事嘛，會有難民。我想站在這個人類互相關懷的立場，去關懷受難的這些人們，我想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他提議說，對烏克蘭受到戰爭逃難到鄰近國家這些難民，企業界跟國人應該伸出援手，立即的趕快來協助，能夠落實所謂的國際人道救援。所以，我們企業界當然非常認同蔡副院長他的這個提議。企業界希望發揮人道救援的精神，對逃去波蘭的難民伸出援手，透過新的宣傳，招更加多企業甲個人加入援助行列，和台灣民眾的愛心充滿世界。記者綜合報道。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做主題所拍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因為話題敏感，無機會佇咧香港放送。不過，這個片頂禮拜5已經佇咧台北戲院開始播出，引起唔少團體包場去看，佮邀請影片當中的香港人講出家己的心聲。即係每一次去阿爸阿媽話去打波。後面運用科技行上街道抗爭紀錄片《時代革命》，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為主軸，記錄對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到香港國安法生效的抗爭過程。參加拍片的香港人講代誌真敏感，現階段無度老出面接受採訪。我不想要這一些事情，可能在3年5年以後，可能變成好像新疆一樣，變成就是64一樣，就是那個歷史給篡改。所以我就覺得那我應該要拍，因為那個時候抗爭者有很多也是不願意拍，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有題材真敏感，時代革命要佇咧香港的電影院來上映機會真少，全片全部的名攏藏起來，只有公開露出導演周冠偉的名，並且表示這是一部屬於香港人的作品。如果佇台北戲院來上映了後，要團體包場來觀賞，並且邀請片中的香港人座談。
2019年，香港经过反送中运动了后，愈来愈侪香港人决定移民，未少人选择来台湾。根据内政部统计，2020年伫台湾定居的香港人有1576人，2021年有1685人，增加7%。同年伫台湾居留许可的香港人总共有11173人，也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在外面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其实香港人还有希望，我们香港人还有未来。很多人说就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对不对？但其实我更觉得就是昨天台湾，今天香港。最差的时代也在现在已经经历过了，那未来就可以跟你们一样，拥有一个全民的普选了。伫台湾的香港人是充满希望讲互香港。咱陆委会也讲，这伫研议放宽规定，互香港人上届实际协助。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了后，在野党时代力量也表示，相关法案会纳入内政委员会来审议，也呼吁会使列做优先的法案。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防疫的新制度。对明仔载3月初1开始到3月底，运动、翕相、直播、演讲会当唔免挂喙罨，代替高铁嘛会当食物件。虽然规定是安尼咧规定，而且毋过即嘛已经有放令，毋过也是呼吁大家，若是到人较济所在，喙罨也是爱挂好势。台北市总算有好天气，毋过伫大日头下骹挂喙罨做运动，也是感觉会喘。即马国内疫情小可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初1开始放任防疫措施，到3月31日。包含运动、翕相、主持、演讲、农林渔牧工作者、山林海滨活动、温泉、三温暖、外出有占加需求。指挥中心或者是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或者是活动，拢会暂时将喙罨摕落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家都有那种运动的需求，那戴口罩运动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像主持演讲，好，我觉得还是不适合，因为那是属于室内或是一堆人会参与的活动。因应进前捌发生过群组感染事件，这一摆免挂喙罨项目并无将唱歌纳入。考虑经济甲防疫生活兼顾，卖场、市场、超市开放试食，无要求人流管制，相替客运国内航班等开放食物件，宴席开放每道用敬茶敬酒。国内5个机场甲2个港口去离岛的旅客免体检，也有除了双北、桃园、高雄病以外，探病限制甲长照机构探视规定也放令。毋过，二次本土大症16例确诊，专家看香港的病例，也呼吁民众唔通放令。香港这种死亡的情况来讲是很意外的。他们虽然也确定是 Omicron， 但实际上他们的死亡是蛮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另外，3月初1开始也开放外籍人士来台进行健康申请疗程。指挥中心3月31日了后，会看情形发展，是不是要继续放令相关防疫措施？希望在疫情稳定、严控制状况之下，让国内能有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健保会顶礼拜5开会，讨论要增加健保甲慢性病药仔的部分负担。不过，若是去社区内底药局领药仔，就唔免纳部分负担，是引起大病院的反弹。有医师是认为讲，收费的标准就要统一，资源才袂讨债。不过，药师工会是表示，社区药局主要是要甲民众斗注意用药安全。病院领药的柜台排队要领药的人是规工拢排甲落长，为着民众来领慢性病连续药单的药仔，为着避免病院内底人遐尔啊济，卫福部健保署建议修改部分负担的方案。伫慢性病药单的部分，民众若是去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领第2届甲第3届慢性病药仔，每一届都要加纳100块。不过，若是去社区的药房领，就免搁纳钱，这引起病院的反弹。新光病院的副院长，也就是阳明交通大学副教授洪主任认为讲，收费都要统一，才会当主动讨债药的情形。收取药品的2、3次的慢性病的连续处方笺的部分负担，它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要避免药物的浪费的这件事。卫福部健保会顶礼拜5开会，大部分的委员拢支持爱调整部分负担。不过，针对慢性病药单领药安怎来收费，大家意见是无啥共款。有医师建议讲，医学中心慢性病药单部分负担，每一届收费100块，区域病院80块，地区的病院甲基层诊所，还佫有社区药房是分级收费。医院端这种主张呢，是假性的公平。本来民众
在社区药局、在基层诊所，它就医就符合现在我们在推动的医疗分级。药师工会主张讲，全台湾有7000多间社区的药房，若是慢性病药单，拢伫咧社区的药房来领，民众领药免阁纳钱，除了较近以外，领药嘛较利便。社区的药师阁会当替用药的安全来把关。根据统计，去年咱国内领慢性病药的患者都有736万人，药费有800多亿，全部医疗费用是超过1000亿。因为影响是真大，也阁爱当卫福部长陈时中做上尾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纪念228 75周年，有超过50个团体对天马地房行到行政院纪念历史，当中嘛有人举乌克兰的国旗要甲因乌烟。针对5月就要结束的促转会，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赶紧查民政上，态度维权上顶，互可怜的记忆早日献光。将玫瑰放伫咧228事件纪念碑顶头，向75年前的罹难者表示哀悼。音乐声响起，律师李胜雄、牧师林宗正和地南洋基金会董事郑德梅行上头前，参50外个民间团体超过300人斗阵穿乌衫，对天马地房专卖局台北分局一路行起行政院记忆历史。我们记忆过去，不是为了仇恨；我们记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我们是以爱以及希望，带着和平以及决心，我们继续往前走。大家要勇敢站起来来抵抗中国的文攻武吓，绝对会当坚强抵抗中国的任何野心，互因最后会当承认台湾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队伍内底唔但有香港区旗，阁有乌克兰国旗。游行者讲希望声援民主，反对独裁政治，也有台语妈妈因为烦恼囡仔的未来，10年无车，带囡仔斗阵行。安怎发生的这件代志啊？对啊，对爱拢知啊，就是你要意识到啦，你若无意识，真正就是会烦恼起来，会当袂感觉的台湾甲中国的。因会感觉像愈来愈迄个活的感觉啊，所以咱互因知啊，因即代互因知啊，袂使安尼。反抗到今，其实咱台湾人迄个时阵无阵赢，啊，毋过咱即马继续咧阵，所以咱是即场是咱台湾人啊未战衰的独立战争。咱希望甲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追求公义、想要新个独立的国家的人做伙拍拼。乌克兰和罗西亚战事也未收煞，民间团体希望台湾团结抵挡中国外来势力渗透，因也呼吁政府赶紧态度维权上顶，追究加害体制责任，加速转型正义。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除了游行，有剧团伫咧228纪念基金会广场表演以228甲白色恐怖事件做主题历史戏剧，希望观众会当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用唱声甲音乐开场，带出228到白色恐怖时期一顶少年仔，互政府特务掠走拍门。伫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现场观众感受真深。透过无语言的肢体的形式，带给大家一种氛围跟感受，所以而不是就是历史课本上的字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剧团甲室内演出搬到228纪念基金会头前的广场，规出戏分做几若段，其中嘛讲到过去较少人知有关国防医学院学生何正刚伫学校组织读书会，所有人掠去，庆过了后，遗体阁转来学校的故事。他跟家属说不要来领他的尸体，他希望成为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老师这样子。对这个角色而言，他的感觉是非常乐于去付出的，乐于分享自己给这个社会的。剧团表示，戏剧活近甲民众接触，毋但是特当做纪念尔，更较希望观众深入了解历史，另外剧本的内容，过去嘛捌访谈过受难者的家属，考察文书资料等等，希望把这段过去用无声的动作表达出来。记者陈阿文向客台北报道。新竹县5方向伫咧山区，对外交通拢是以公车为主。不过，上界重要的南清公路顶悬的10个公车站，敢若4座有单车的亮灯啊！有囡仔要去上课，拢敢若会当坐伫涂骹单车。
露天等公车手提雨伞，该设立经过车辆。天气好的时阵，大家是坐伫涂骹等公车，不论是大人去上班，还是囡仔要去上课，大家拢看得到这款画面。平常是不是晒太阳？对啊。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怎么办？一样在那边等啊。我们都坐在这地上啊，水沟盖这边附近。好，为什么？方便看公车来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车子要从这边这样上去，要过这里之后，我会叫他们说往后坐一点，就会坐到后面一点。小朋友在这边等车，最怕碰到下雨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有些小朋友没有带雨伞，然后就会淋雨这样。当地议员讲，这条20多公里的路程有10几车牌，所以敢若有4座公车亭，常常看到囡仔坐涂骹等车，安全问题让人真烦恼。这是交界处，交通安全的部分。那我想相关的设计以及安全的部分，我们会建请新竹县政府交理处一定要做好，在安全跟舒适的前提下做好规划。县政府回应，过去乡公所捌提报要设置候车亭，不过因为真侪所在算私人土地，所以来继续想办法提报计划，争取补助解决问题。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湾真出名的歌星邓丽君，伊伫咧婚礼的褒中出世，所以褒中有一个邓丽君文化园区，常常会办活动。望讲毋若歌迷思念伊的时阵，会当来遮行行看看咧，嘛会当深入了解地方的文化。这条同人在夜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苏东时唱甲念袂掉的歌星邓丽君的代表曲。这是婚林县褒中乡的田阳村，邓丽君就伫遮出世，所以伊的家乡有设一个文化园区，真适合歌迷来游览。公所要来推动我们保中这个邓丽君我们的这个出生地让更多人知道云林县保中乡还有田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结合了地方的文化，以及结合社区，还有学校，不管是平安碗的制作，还是花鼓文化，还是邓丽君的歌声，还是声量网络的行销。邓丽君文化协会也办亲像歌唱比赛等等的活动，还有工作坊，找学校合作，结合在地特色，搁再提升地方的观光。我们总共进行了9场的工作坊，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跟从邓丽君园区的一个邓丽君的元素，然后结合我们褒中乡的一个文化的结合，出生地的一个主轴，让这个园区里面有更丰富的一个内容。邓丽君唔但伫台湾真受欢迎，佮请甲中国、日本、东南亚等等真侪国家。伊的故厝也来做历史建筑，伫故厝文化园区细细行行的，参加活动也通怀想邓丽君，做回来纪念伊。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中部地区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16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8度。外岛地区15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